人讲天顶天公地下无故公，伫民间信仰内面上界大就是天公祖，也来伫咧生命礼俗内面上界大就是无故公。来看这中华分园这搭是由庄内9个角头轮流奉祀天公炉，但是伫咧天公生前后呢，拢会举办这迎天公的仪式。除了这天公祖的銮轿，会搁再恭请宝藏寺的老大妈做回来温装照景，现场是热烈滚滚。沿路骑街摆出香案道，阁有侪民众缀咧随香。这是中华分园有100年历史的迎天公活动。天公祖的銮轿，参地方信仰中心宝藏寺的老大妈神轿，同齐伫庄内了境祈福，保庇地方平安。10多年啦，对天公行啦。我来参加是因为阮先生是分园这边的人，因无对安尼行过，就感觉就趣味嘛，就特别的。中华分园的天公会是庄内9个角头轮流服侍天公炉，大个角头9年才会轮到一摆，要跋着炉主更加难得。今年由旧炉主转基角交接予8寮角的新炉主，伫旧历正月初10这天举办迎天公活动。8寮角内底其中的东寮甲新办吼，距离民国24年，甲即阵拄好，这个着阮拄好90年。咱分园这个地区有较特别，正月初9。恭请咱宝藏寺的老大妈来出巡绕境，学咱这个旧的这个庄头。初10来过炉来迎天公炉，来过来甲咱新的庄头。像今年就是着阮8寮角。商团分园早年因为物资欠缺，移民族群常常发生冲突，也就是将抓拼。落尾地方成立天公会，希望维持社会安定。演变到今，迎天公正做地方重要的民俗文化活动。今年的顶头随香客计共有正千位民众参加，要同齐来延续这项有100年传统的迎天公文化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